因果然就伫迄箱物件里，看到真侪寄予高桥龙城的批，特别有一张是为台湾的打狗寄来的，引起新乡甲丽云的注意。因甲批拍开来读，这张批内底的水上小姐，显然就是中岛上高桥先生。顶回别休已经几落年，希望你一切顺遂。尤其请莫计较过去我对先生你的无礼。水上小姐交付一个货运的任务给我，虽然代志紧急，不过我还是需要尽量详细对你报告。这个任务可能无法度完成啊！实在真失礼。本地水上小姐要求我中途袂使对任何人讲起。毋过，既然任务失败，佮牵涉重大，而且我听讲水上小姐嘛已经互敌方掠去，行踪不明。我除了伤心，只好家己注意，违背伊的命令，写批通知你。希望对代志会有帮助。我本地会使顺利坐船离开打狗，返去长崎。毋过发生一寡意外，已经无法度离开啊。即马战争拄结束，世局如何？毋是咱小小一个卒仔料会到的啊。毋过我嘛相信，这个世间会使举遐大的旗去为水上小姐冒性命险，嘛是真公平的代志啦。这讲来讲去，拢是为着水上小姐啊。代志是安尼，自从你离开支那了后，水上小姐就真清楚，迄阵人，尤其是老母甲男母的势力上大。绝对会甲水上小姐迄个组团的物件抢去，所以水上小姐就暗中请人仿制，完成了后，交代小弟甲精品运出支那。我为着达成任务，一路远远为北京驶去西南，然后才行地面公路离开支那，刷落去到泰国的港口坐船。最后来到打狗的，本地我的船会使直接去到长崎，然后我就会使甲物件运到水上小姐指定的所在。毋过，美军伫西太平洋的攻势加强，逼我改变航程，只好先来伫打狗停留。这是一段艰苦的路程。我假做导览的生理人。甲迄个物件藏伫一骹插箱的暗站，顶悬站藏查某人的十细米来掩人的目。总共一句，是经过足侪危险甲贵人的相助，才有法度安尼一路来到遮的。可惜的是，但我的贵人甲我的运气拢用尽啊！我只好甲迄个物件暂时藏伫遮的一个所在。当然，为着互你找会到，我嘛已经甲必要的消息，请人送去水上小姐甲你指示的迄个所在啊。搁一遍，希望你谅解。再会啊，高桥先生，吴清堂敬笔。后来我知影，我有足侪线索，达到某一个所在就转去。可能甲这张批所牵涉的秘密有关。文野新雄安尼讲，虽然阮终其尾要找到的是无共的物件，是讲你究竟想要找到啥物？当然，上大先我嘛是要找到船头家迄批失踪的货。毋过，嘛会使讲。我上主要为着要找出因犯罪的证据。我怀疑，洪建因所牵涉的规个集团，
伫东南亚甚至全世界古董市场洗钱。更加可恶的是，因甲钱透过这个管道洗入去中国人的手里。毋过，因家己阁继续伫台湾搬戏，买票参加选举，要控制台湾的政治。所以我认为，假使若其他线索无进一步的发展，迄幅龙池镜宝图可能嘛是另外一支锁匙。为代志最近的发展来看，我的推测并无毋对。安怎讲？即阵我已经透过日本的古董市场放风声，讲我已经掌握龙池镜宝图的行踪。果然，因就活来啊！因若活来，对我的调查有好处。毋过安尼，你毋是颠倒危险？袂颠倒安全，因为事实上目前还无人知影迄幅图伫倒位。敢讲你已经知影？我有另外调查过迄个吴清洞的行踪，图一定嘛伫附近，只是详细的位置，我需要迄本古册《宽永忏悔录》仔细的资料，才斗会捌。另外，我有甲平井大志牧师拜托，除了咱，无人会使知影吴清洞的即张批，甚至即个人，也就是讲，就算因手头已经有迄张中岛上写予高桥龙成的批，嘛知影宽永忏悔录内面有重要线索，独欠吴清洞的线索嘛共款无路用。根据我的调查，吴清洞当初时，就是去伫桃仔园军港宝图该动脉藏伫附近。桃仔园，我惊一条，我心内是想讲，阮桃仔园是，就是桃仔园军港。伊讲，我心内所想的是，阮老母捌甲我讲过，战争的时，我的查甫太祖，也就是阮阿公的阿公，待伫桃仔园附近的大高山的故事。迄时，阮太祖过身，厝里的人甲伊扛去大高山山坪的树林台，土才拄砍好，空袭警报就来啊！炸弹主要跌伫桃仔园军港，嘛落伫大高山，因惊甲只好紧逃转来。结果第二天，因阁转去山顶要采蒙牌，煞已经找无阮太祖。阮太祖的子孙仔只好甲迄块写伊的名的蒙牌阁捡转来。迄块蒙牌几十年来一直收伫旧厝埕斗边仔的迄间茶间。安尼讲起来，若有绝世的宝物藏伫迄个区位，嘛确实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文雅新雄继续讲，就是我的身份有无方便的所在，只会需要找着人来斗相共，所以杜丽云甲涂建良才会推荐你来协助。毕竟你是桃仔园附近的人，阁有警官的身份，而且因讲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。过目不忘是因乱讲的啦。毋过我真好奇，就算找到迄幅宝图，又阁会使安怎？我的意思是，就算将其尾你甲全部红剑的秘密挖出来，又阁会使安怎？若讲到这，就话头长啊。宝图嘛无一定就是宝图，讲来讲去，迄嘛是我即个失志的浪子上大的奥秘的使命啊。